这栋由活动中心所改造的东区联合公共体育家园，已经是淡市第7处。商务小局选定李同齐进前举办启用典礼，嘛算是为当地幼儿献上礼物。请进入台南市东区仁和公共托育家园，欢庆开幕。会中市长黄伟哲甲立委陈廷辉等7位议员拢到场见证，希望伫中央前瞻计划支持甲地方合作，伫公部门甲民间的共同努力，提供家长会当安心工作，无后顾之忧。那未来3岁以上有游泳馆，可以协助从结合社区，对社区开始，因为社区甲咱是上接近的。当愈接近的所在，咱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将咱的囡仔，甚至咱阿公阿嬷，将囡仔会当寄做伫咱的社会系统的这个组织内面，咱会当去安心吼。会中市长表示，为了照顾幼童，一定要有合法专业的幼保人员甲优质的环境。一旦发现托育的市场有违规，一定是依法严肃来处理。嘛强调每一区拢朝向有公共托育家园的目标。我们希望说，这个公共托育家园能够在广设，而且要增加。希望说，台南市37个行政区每一区应该都有一个那我们也希望也朝这个目标而努力。那希望说有服务更多的孩子，服务更多的家长，让更多的家长愿意愿意去生养孩子。那也提高我们对于这个幼儿之间、亲子之间的一个服务品质。小局表示，一直到2月底，淡市连教2会幼儿大约35000人。今年8月开始，配合中央幼儿津贴，将提高到3500块。托育的补助嘛增加到7000，而且每年也搁要增加，希望减轻家长照顾甲经济负担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